大家好啊！咁啊7月31號嘅賽事，咁啊7月份呢就係一個完美總結嚟㗎啦。咁啊連續4日嘅股活賽事，因為之前我就滯留咗喺外國啦，咁啊翻嚟嗰4日嘅股活賽事全部做晒，4日全部都係贏嘅。今日估唔到贏得仲多過頭2日嘅總和，應該話今日贏嘅錢係多過1、2、3日嘅總和嘅。咁嗱呢度講翻先啦，咁我就喺最後尾呢，即係俾完呢個最後尾個貼士之後呢，咁我呢就話呢個股活賽期4日完美勝利呢，呢場唔知中唔中啊？中就係 jackpot 咪都中咗啊！咁我買7號啦嚇，今日俾埋啦，淨係俾7號，外國馬唔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，每一個馬場呢，有唔同嘅方案嘅。咁喺我啲功課嗰度呢，我都講咗日本我買咗成16、17本書，嗰啲每一個馬場有幾本，有幾個作者，就好似贏8天咁啫嘛。嗰度出書，但佢講馬場嘅跑道情況嘅傾向嘅。英國亦都有幾個馬場嚇。咁我本身就股活呢唔會塞車嘅，因為你睇翻嗰個，你仲有喎，你知唔知4000米呢？一檔係衰檔嚟㗎，因為呢，因為4000米係佢哋入彎係唔同個彎嘅。有啲人問我點解會做嗰個咁嘅彎，佢真係咁樣跑咁嘅彎啊嘛，咁個彎有8字形㗎。有啲人唔明咯，股活馬場，所以呢種彎呢，就要買呢一個比較好嘅騎師咯嚇。咁嗱好啦，而家講翻我今日點樣啦，好唔好？好啦，今日中好多啊！今日真係中咗好多啊！咁呢就好啦，呢度咁我第一場呢爆退出咗啦。咁我呢場我連隻5號都中啊幾十倍嘅，我就冇買隻3號，因為3號呢，我又第一場我唔想俾咁多隻咯，我俾多隻就要有3號嘅。咁呢場第一場唔得嘅嚇，後尾就一路中啦。好啦，第二場咁呢就我咪話浪費晒嗰啲時間。咁後尾諗咁今日股活係最後噶嘛，咁我平時呢，我就唔玩噶啦。第二場，因為第二場呢，就我有第二場呢個咪第二場，浪費晒啲時間。咁呢就6號應該贏，咁跑第2，冇理由唔贏。咁呢就中條 Q 嘅，中咗條 Q 嚇，冇話買 win pay 啊呢場嗱，咁又中，雖然佢買得細，咁佢都中啲啦。呢個又係中，因為呢第一場，因為我呢個又係中，呢一個中咗贏咗接近1000蚊啦，即係佢都係喺我個範圍嗰度啦。呢個又中嚇，咁同一個嚟喎，佢 set double。好啦，第三場，好啦，到咗第三場呢，就第三場唔中啊，因為脫腳啊。但係咧呢度中咗條 Q 啊！而家我先開啫嘛 ，win pay 唔中，但係咧呢度開咗條冷嘅，咁咧就跑咗2號同埋1號8號嚇。今日跑1號湛藍灣同埋2號檔案專員啊，咁咧就呢條 Q 咧就派1560蚊，位置 Q 派480蚊，咁咧就有人中啦嚇。呢度佢買100蚊啫嘛，5穿10，咁呢度贏咗1400啦。呢度買位置 Q 嘅應該，今日贏咗765啦。咁呢度贏咗2000蚊啦，佢用300蚊
見到啊？嗱，呢個又係呢個買二重彩啦，咁佢就中咗咯喎。嗱，呢個咧就買 Q，咁啊中咗7000幾蚊，見到啊？嗱，唔同嘅戶口嚟㗎。嗱，啲 number 唔同，嗱，呢個又係中，OK。哦，呢個中位置 Q，一場贏翻晒，又係咁啦。呢個其實跑到第3場啫喎。嗱，呢個又唔同嘅，OK。哦，呢個又係有呢個唔同中法啦，唔同銀碼嘅，咁啊複式二重彩同埋連贏咯。好啦，咁咧跟住呢啲又唔同啦，屈機嗱，咁又係中啦。嗱，呢個開頭買60蚊唔中，60蚊呢度唔中，咁又中條 Q 啦，1300幾佢買160啫嘛，跟住嗰場我話冇信心，又係中咗，冇信心㗎都中咯。OK，呢啲嗱見到唔同 number 㗎，我啲會員嚟㗎。嗱又中，因為咧外國買已經係少人賭㗎啦，得返少咗幾個會㗎啦，即係少咗幾個組別㗎啦。又中，咁我尋日我落嗰條線都話希望對個馬迷有啲貢獻啦，係咪？嗱，呢度又中，呢個中法呢個上邊嗰個上一場嚟嘅。嗱，呢度又中，又唔同嘅中法有啲買靈活玩咁啦嗱，呢個又係嗱，呢個好啦，第5場今日3、4場中咗咯喎，第5場9隻馬冇癮咁都中喎，中晒3隻嘅。呢個第5場跑咩？第5場係跑呢個1號、8號、128啊嘛，1號、2號靈活玩 ，OK。128佢第5場係啦，跟住嗱呢啲又係中啦。嗱喺度，而家先開㗎咋。嗱又中呢個中嗰隻 pay 啊。好啦，呢度又中。嗱而家先開啫嘛。好啦，又中。呢度我俾嘅，我用咗第二部機，因為我有啲機唔可以長期出嘅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可能會俾人即係嗰個電話會停咗噶嘛，嗰個 WhatsApp 嗱。之後嗰場唔中，因為我話咗我唔要莫亞，中嗰隻冷噶啦，贏嗰隻冷嘅3號嘛成20倍嘅，咁唔中啦。咁因為我唔要莫亞啊嘛。好啦，跟住下邊嗰場啦，下邊嗰場咧就係下邊嗰場3、4、5、6、9、14，3、4、5、6、
9、14、3，第7場係啦，又中齊晒張。嗱，呢度又中前4名啊，中前4名添。咁啊開得熱啦，咁咪贏得少啲咯嚇。啊呢個啲贏800幾喎。嗱，因為佢中前4張，前4啊嘛嚇。嗱，呢個又中。哦，呢個又中。嗱，佢幾條飛都中。啊，係中埋我隻 win 啊！呢一個見到嚇，我俾嗰隻 win 嚟㗎嘛。好啦，跟住呢一場尾場啊，我就話7號我唔要莫雅啊嘛，今日落莫雅6號啊，路跑第3。嗱，呢個中埋。嗱就咁咯。我外國賽咁嗱，星期日咧就跑德國。咁啊，德國咧係嗰個情況咧，嗰個馬場咧，嗰啲攝影師啊差啲，但係德國咧就會經過一個樹林咁樣轉翻個馬場嘅，咁咧就可以睇到馬嘅形態。咁啊，其實如果喺馬嘅競賽當中咧，係睇唔到馬嘅質素嘅，係要馬慢動作。即係慢動作，即係係要神操啊，先睇到馬嘅質素，同埋佢踱步先見到馬嘅質素。同埋睇佢台型啊嘛，睇佢身形啊嘛，係咪？咁啊，所以有啲人話睇佢競跑嗰啲唔係嘅。咁啊，我真係有我嗰套咯。你可以話我嗰套唔啱噶嘛？即係我成日都講我講咗4-5年噶啦。功夫，即係好似呢一個葉問功夫啊，梁朝偉嗰套，咁咪講咗句一橫一豎，係咪？跌低嗰個就錯嘅，企喺度嗰個就啱嘅。咁我係企喺度嘅，明唔明啊？咁我而家咧就而家就係馬人少少啫喎，因為點解咧？要續咗會先至有免費送啊嘛。咁如果咧跑翻香港馬咧，我叫佢掟飛咧，我就好多嘅。咁我就控制下佢哋，唔好話咁樣啦。咁我又講翻呢度先。今日星期日就有德國賽事嚇。咁亦都好似呢度咁講啦，我上一條片都咁講，我係好努力做外國賽馬，雖然我係冇錢收嘅，外國賽馬我係免費俾噶嘛，但我都係為大家服務，我係盡量做好我嘅工作。我最緊要一樣嘢，就係要做好我嘅工作咯。咁賽馬係我嘅工作，我係做資訊公司，我係做賽馬資訊同埋足球資訊嘅，我係做好我嘅本分，希望幫襯我嘅服務嘅人能夠得到滿意嘅效果，好冇？贏輸我控制唔到，但我嘅認真我係控制到嘅，係咪？我真係最認真。你話我牙刷好點都好，我做緊賽馬嗰陣時，我係非常之認真嘅。情況就係咁啦，好冇？好，今日辛苦大家啦！呢4日嘅股活賽事，嚟緊星期日咧，又再同大家分享，好冇？拜拜。